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听通的时间，我是今边的先生高伦。第一教大家呢是太极拳的动作。太极拳是我们太中华民族发明的运动，地背有汉语、经络、道家的养生技术的地背。太人可以健身，小人呢可以防身强身，老人家同样嘛可以养生，速度唔会太急。强度唔会太大，可以帮我们小人、大人、老人家做一身人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运动哦。在开始主要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热身运动哦。来，第一个动作同我共下做肩部绕环。好，来。好。肩头要拿上来，并拿上来，让并下去，慢片。天天你做，慢慢地做，唔怕。第二个动作，腰部绕环。动作做比赛唔怕，天天下来，慢片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步倒往，两只脚顺七七，同样四腹莫翘翘，肚脐莫突突，脚我拿上来，并下去。第四个动作刷腰，两只手顺七。慢慢嚟来，唔好太急。第五个动作，提膝开胯，脚同埋共用。头前2摆，第3摆打开来，第4摆。鼓来，1、2、3，打开来，4，鼓来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弯脚，慢慢地弯，好，动作嘛，同样做比赛，慢慢地来，都好诶。第6个动作，大马步做。4腹坐下去，要记得7条唔安尼无力打开来，4腹莫翘翘，肚脐莫突突，安尼起顿都好诶，安尼起顿，好来慢片，再慢片，好，第7个动作。起落式，脚打开来，同个肩头平抬，手慢慢的放起来，吐气往下做，慢慢地吐好，慢慢地吐好。下一个动作，向下来做起来，打开来，又过来，又坐下去，放起来，打开来，回来，又坐下去，天天你来都好，唔是急。所以讲，我哋小人、大人、老人家拢可以做。最尾一个动作，一只脚头前，坐地后背耸起头前，坐地后背耸起头前，
各两摆。好，我哋弯脚，膝fit坐啲後背，聳起頭前。好，我哋這邊咧熱身動作都做到一片，也慢臀先生翹下來做主要運動哦。第一個動作捧手，手拿一粒球衣，身體前面。同一時節，一個上面，一個下背。上面的手對身體前面，唔好打開來。哦，身體前面。下背的手喺肚臍順後，唔好變啊後背去嘅，嘛係強用喺頭前。打開來，再過來，拿一粒球衣。打開來。再過來，拿一粒球衣，變數，都安尼。要記得咯，冇打開來，喺身體頭前。數碼唔是拿按過，哦唔是，身體頭前，亦係數嘅動作。再來，我哋嘅腳，一隻腳喺頭前，一隻腳喺後背，兩隻腳，好簡單，坐啲後背，個聳起頭前，坐後背，個聳起頭前，後背係左腳，身體一實實左轉，前面嘅右腳一實實右轉，安尼聳來聳去，要記得咯，膝頭要對腳尖。哦，兩隻腳唔好按呢，打開來，聳來聳去，聳去頭前的時節，後面的腳唔好拿放起來，強用，當在天內下，按呢聳去頭前，轉，坐喺後面，轉。彎腳的時節，嘛強用，聳起頭前，坐喺後背，四腳唔好翹翹，哦，也慢豎腳都向下做嘅哦。手喺頭前，肚臍頭前，開始哦。打開來，膝闊坐過來，拿一粒球衣，嘛強用，哦，身體前面，一上一下，放開來，再打開，又坐過來，拿一粒球衣，聳起頭前。天天以來，手唔是踢高，哦，唔是踢太，過來，身體前面，打開來嘅時節，哦，坐喺後背，天天你送。
上面的手下来，下面的手上去，用的动作用强用。弯脚的动作嘛，强用，来，天天你来，头前的脚，扶过来，弯片，手强用你头前，手打开来，坐伫后背，送去头前。送去头前的时节，手打开来，天天你来，身体爱张，手打开来，坐过来，让球伊。手爱记得变哦。也慢，俺们左片、右片向下做，前面的脚竖过来，弯片，再弯片。再弯片，两只手拢喺身体前面，拿咪粒球嘅。喺弯脚嘅時節，愛記得腳愛企穩去，唔好綁到嘅哦。安尼都可以一直硬做，右片、左片，天天你來，切頭唔好超過腳尖。指腹莫翹翹，也推俺这边的动作。做运动之後，俺能做失敗和身體變強壯的運動哦。來，也慢同來做，兩隻手上面綁，兩隻腳。拿放起來，10秒鐘，好，變強壯，好，呢個動作同埋強用，一個腳頭前，一個腳後背，好，一隻手準備切，另外一隻手，好，綁過來，再來，來個彎片，彎腳，另外一隻手。準備切，嗱，一來，第三個動作，強用兩腳打開來，肩頭，兩隻手落背，再來強用兩片放來，對頭前，失敗坐下去，打開來。對頭前，慢慢坐下去，
他们的动作好不好冇？等下都同先生来学新的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捋脊式，捋脊式。我们先来做数的动作。手放过来，两只手仰向下，再松，自然的打开来，把腰背过来，仰向下，松起头前，再打开来。要记得，耶稣，马强用唔是踢高，好。另外一片马强用，放啲腰背过来，两只手仰向下，松起头前。也都系干数嘅动作，再来脚，一只脚头前，一只脚腰背，好，马强用坐伫腰背，左转，松起头前，右转。喺松嘅时节，要注意到膝头要对脚尖，前面嘅脚要对腰背嘅脚。马强用要对，安尼松来松去，松起头前的时节要注意到腰背脚莫放放来的，四腹马强用莫翘翘。要坐笔张，哦，阮另外一只脚嘛强用，头腰背，转，松起头前，转。身体要张，也别都系脚嘅动作，再来双脚向下来做。手转，身体转，手嘛转，身体朝腰背脚，安尼放出去，再过来，两只手粘定，松起头前，又打开来，哦，下来，放啲腰背，又个过来，松起头前。右转，打开来，坐伫腰背，过来，松起头前。本片做马强用，放伫腰背，过来。从仰方来，松起头前，身体要朝笔张，腰背脚莫拿放起来哦。听听你来，
两片向下做。半片，两片。一粒半片，也涂喺眼睛边嘅动作。做运动之后，我们做失败和身体变强壮的运动哦。来，要么同我做，两只手当面绑，两只脚拿放起来，10秒钟，好，变强壮，完片。10秒钟了，完片。记得莫放倒的哦。好，慢慢的过来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同埋强用，一个脚跳前，一个脚腰背，啊，一只手准备切，另外一只手，好，反过来。再来，我们弯片、弯脚，另外一只手准备切，那一来，第三个动作，强用两脚打开来，肩头，两只手落背，再来强用两片放来，对头前。失败，坐下去，打开来，对头前，慢慢坐下去。今日个动作，大家有学不会冇？要记得每日臀线上强下来运动哦，你的身体同精神要么越来越好。听通，我们下次见。